今仔是日头会运动的纪念日哦，有30外个公民团体暗时会举办日头会10周年的纪念晚会，迎接民众倒来当年学运发生的地点立法院的外口。伊嘛呼吁讲，未来的新政府、新国会爱立法来监控中国各方面的渗透。自2014年318日头会学运到今年来已经满10年。当年3月18，因为反对立法院通过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，一些学生甲社运团体冲入去占领议场抗议，后续对台海经济、政治的局势和台湾的国家认同有真侪影响。经济民主联合和30外个公民团体8日暗时要举办日头会10周年纪念晚会，要呼吁新政府、新国会唔通重新启动两岸服务贸易甲货品贸易协议。因为中国对台湾的各种的渗透的手段不断的在进步，不断的在精进。好，那光是现有的法治其实是不足以因应的，所以我们各种民主防卫的法治，以及经济安全的法治，包括投资审查、技术输出的管制，好，都应该要更紧密来全盘修正。民团指出，中国这几年唔能武力骚扰台湾，卖用假消息要影响咱的选举，因要求政府爱立法监督应对中国各方面的威胁。另外，像今年的总统大选，还有几个问题都有提出要重新启动服务。民团就惊讲，未来若实现开放中国企业甲劳工入来，恐惊造成台湾服务业的劳工大规模失业，使到冲击上大就是少年朋友。咱服务业其实是一个占70%吧，哈。假设重启服务嘛，对少年的，因为去工厂较少嘛，哈，去服务业较济哦，所以对少年的这个就业的冲击哦，其实是更加大的哦。我感觉这部分是咱少年的爱注意的。民团表示，学运到达已经10年，其实侪人拢已经袂记得这场运动的精神甲目的，所以暗时6点半要招民众重新回来到当年学运的地点——立法院群贤楼外口，用演讲、影片回顾、甲乐团演出等等，要看这10年来台湾的改变和对现状的检讨，嘛要展现台湾公民团结抵抗中国威胁的决心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